第6章嚇，第6章。嗱，呢個咧第6章嚇。感謝主啊！我哋可以再一次有呢個機會咧嚟到查考神嘅話語嚇。第6章係一段相當容易被人誤解嘅，比較會被誤解嘅一段嘅經文啊，所以我哋今日咧會去用啲時間嚟到解釋。嗱，一開始嘅時候嚇，開始嘅時候，我哋嚟做一啲回顧好唔好啊？我做一啲回顧啊，回顧一下。一樣有啲問題係嘛？如果你前幾次有參加過嘅話，可能有啲印象。講到哥林多前書嘅主題，記唔記得啊？我哋嗰陣時講過哥林多前書嚇1到3章有一個字係出現咗好多次嘅，是哪一個關鍵字？記唔記得？智慧嚇，冇錯啦嚇，依家提出咗好多次㗎啦嚇，啲必考題嗰啲會成日出㗎嘛，必考題冇錯。智慧呢個字喺成卷書裏面出現咗30幾次，讀1到3章已經係20次以上嚇，所以係陣間我哋會講到同智慧有關嘅，所以同大家做一啲嘅回顧。好，第二個問題，我哋有3個問題啊，我哋有3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哥林多前書，我哋幾個禮拜之前講到第5章1到13節，講到有人收繼母即係父親再娶嘅嗰個老婆但係有人收咗呢個繼母，呢個問題係同分割有關嘅，係點樣嘅分割啦？記唔記得啊？身體同靈性嘅分割，理性同感性嘅分割，定係猶太人同外國人嘅分割？記唔記得？係身體與靈性嘅分割，咁我啱得太快。身體與靈性嘅分割嚇，即係覺得哥林多教會有一個受到希臘嘅文化、希臘嘅文化影響嘅一種嘅影響一種嘅哲學，係一種嘅想法，就係發生喺即係我做啲咩唔緊要嘅，我裏邊個靈性好就得㗎啦嚇。呢一種係一種分割嚟嘅，其實係一種唔好嘅狀態嚟嘅，因為我哋嘅人係全人㗎嘛，係嘛？我哋嘅身體會影響我哋嘅靈性，靈性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但係哥林多教會有呢種分割嘅情況。其實我哋上次特別會講到另外一種分割係，我哋有時會將禮拜1到禮拜5嘅工作同埋禮拜6、禮拜日嘅聚會信仰，亦都做分割呢一種分割亦都係唔好嘅。嗱，哥林多教會係有呢種分割我私生活你唔好嚟啦但係我嘅教會嘅生活大家見到就得啦。嗱，唔係嘅，係有關係嘅。嗱，呢個係第2個第3個保羅點解話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呢？一點麵酵使全團發起來鼓勵我們鼓勵我哋多啲用係嘛？多啲用可以食到餵飽啲咁樣擔心大家愛宴食唔飽，所以要用多啲麵酵。答案是提醒我們罪的傳染性。冇錯，罪好似酵咁樣嘅特別喺第5章提到有一個節日叫咩節日啊？逾越節逾越節同無酵節係連埋一齊嘅，過完逾越節之後會過無酵節嘅，所以提醒我哋逾越節係主為我哋而死，潔淨咗我哋，但係我哋仍然要喺呢個信仰嘅群體裏邊，將我哋當中嘅酵嗰種罪嘅影響隔除。呢一個係同我哋今日所講嘅第6章嘅經文係直接有關係嘅所以我用呢個嚟到回顧一下。OK， 再簡單嘅嚟到同大家複習一下、複習一下，成個哥林多前書可以話係保羅從十字架嚟到睇一系列嘅問題包括紛爭、放縱、婚嫁、吃喝、敬拜、恩賜同埋論復活一系列嘅問題。而我哋今日會講到第6章係嘛？第6章換句話嚟講，我哋而家係第2個問題放縱中論聖潔放縱中論聖潔放縱中論聖潔呢個話題，我哋都講到咧，同呢個話題有關。保羅講到3個主題，呢3個主題其實都係同道德有關嘅，一個係淫亂嘅事，一個係今日會講嘅爭訟嘅事，
仲裁係嘛？爭訟下一次會講呢個嫖娼嘅事呢3件事。嗱，所以今日會用一啲嘅時間嚟到睇第2件事，第2件事爭訟嘅事信徒之間去告去狀告控告彼此。究竟呢段嘅經文，保羅嘅意思係啲乜嘢咧？係咪話唔可以任何嘅事都唔可以去法院咧？究竟呢件事嘅背景係乜嘢咧？嗱，所以呢段嘅經文唔係本身經文嘅字面嘅意思，係嗰個應用會有啲需要我哋解釋嘅。所以一樣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我哋一齊讀呢段嘅經文，好嘛？11節好短嘅啫，我哋一齊嚟讀下，可以用廣東話，可以用國語，我哋一齊讀呢段嘅經文。第一節，請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你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嗎？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並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嘅就係弟兄。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我一齊低頭禱告。所以我哋主張今天晚上嘅聚會，我哋嘅查經嘅時間、門訓嘅時間，帶喺你嘅面前，願你親自對我哋説話，藉住你嘅話語嚟到塑造、修剪，亦都潔淨我哋，使我哋因着你嘅話語明白你嘅心意，就可以跟隨你嘅腳蹤而行。帶領我哋下面嘅時間，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嗱，今日咧會用多少少嘅時間嚟到講呢個背景嘅背景。點解咧？因為呢段嘅經文要明白呢段經文嘅意思，係要解釋下一啲嘅背景嘅所以會用多少少時間。解釋經文通常都要知道背景，但係特別係呢段嘅經文明白背景係相當嘅重要嘅。如果唔係就會唔用用咗喺其他嘅地方。所以接下落嚟咧，我要做3件事。今日會講背景，話唔定一半嘅時間一半嘅時間，我們都嚟到講背景。我會回答去3個問題。what 嗰個打官司嘅事係咩事內容內容。第二個係究竟喺邊度告呢個係有關係嘅。最後係邊一個人、咩人同咩人之間 who 所以就係 what where who what where who 內容、場所同埋對象。明白呢個對於我哋應用呢段嘅經文係非常之有幫助嘅，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哋咧要花少少時間嚟到睇呢件事。首先我哋講內容先，究竟咩事咧？其實經文冇直接講嗰件事好具體係咩事，冇講嘅。但係佢俾咗啲好重要嘅線索。保羅喺第2節嘅下半節。喺咪度？我哋再睇多次咧。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聖徒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最小的事最小的事嗎？接下落嚟睇第3節，第3節同第4節亦都講咗一句叫做今生的事，有冇注意到經文？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第4節，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所以最小的事、今生的事，喺英文裏邊會翻成最小的事會翻成
trivial chord 即係 trivial 即係細節枝節又唔可以話係微不足道嘅，即係一般嘅事件，今生嘅事可以翻成 everyday matters 或者係 ordinary 普通嘅事。簡單啲嚟講，原來保羅藉住呢兩個 term 藉住呢兩個字講嘅係民事訴訟，民事訴訟civil matters 或者係 civil case。有一個解經家好精闢嘅一句説話，佢咁樣講，叫 Strider 喺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喺度教緊書。佢話哥林多人嘅訴訟非關殺人、強暴、偷竊等等嘅刑事案件，而係較為輕微嘅引起糾紛嘅事故所以呢一個係我揾到最短嘅一個表達方式啦唔係嗰啲 criminal case。點解？因為 criminal case 係要揾 Roman judge 係揾羅馬嘅法官，而唔係 civil magistrate。陣間我哋會講呢件事所以好清楚雖然我哋唔係好具體嚟到知道究竟所謂弟兄控告弟兄係啲咩事，但係我哋知道呢個事唔係，至少唔係刑事，係民事唔係刑事係民事。民事即係通常係同嗰啲債務或者係毀謗名譽即係而家你講緊民事嘅案件，可以喺庭外和解等等嘅呢啲嘅事我唔小心即係傷到你嘅破壞咗，或者唔小心戒親你嘅某一啲嘅物品等等呢啲或者你有情緒嘅時候鬧咗我兩句我覺得好唔甘心咁就呢啲係民事嘅案件咁就係呢一段經文所講嘅內容。依家係第一個，我哋有3個要講內容係嘛？場合同埋對象內容原來係民事嘅事件呢一個係好重要嘅。第二樣我哋睇內容係咩場合好有意思。原來喺第1同第6節咧用嘅呢個動詞，原來喺原意裏邊都係一個地方嚟嘅，可以翻成一個地方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go to law， 有冇見到第6節，你們竟是弟兄同弟兄之間告狀，其實亦都係用呢個字嚟嘅 goes to law 呢個字其實所指嘅係地方嘅民事嘅法庭所以係對應嘅處理嘅事係民事訴訟，而處理嘅地方係一個地方官嘅民事嘅法庭。我4月嘅時候去過土耳其3月4月嘅時候去過土耳其有影呢個相嘅，但係我揾唔到，晏晝諗住想揾唔到，結果咧就上網揾。我讀一段經文幫助我哋明白哥林多前書呢個背景《使徒行傳》第18章12到17節，我哋讀下呢段嘅經文我們一起念好不好？請。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說：這人勸人不按律法敬拜神。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對猶太人說：你們這些猶太人如果是為冤枉或奸惡的事，我當耐性聽你們。但所爭論的，若是關乎言語名目和你們的律法，你們自己去辦吧。這樣的事我不願意審問，就把他們連出公堂。有冇睇到公堂呢個字公堂呢個字咧原意就係喺市場中間，唔係一個建築物嚟嘅，一個公開嘅場合，喺中間一個地方中間一個地方喺呢個係哥林多古城喺中間一個地方咧呢個係頭先咪睇到編埋呢個字嘅，就係呢個字，就係呢度佢特別話我去過呢度但係我揾唔翻嗰張相呢一個去將人來到面前有方伯，即係地方官
可以翻成呢個可以翻成呢個 governor 之類嘅，但係冇軍權嘅因為係比較和平嘅地方先至有呢啲嘅方伯如果係比較需要軍權嗰啲叫做巡撫、選撫方伯係冇軍權嘅巡撫係有嘅。弟兄姊妹，好有意思嘅地方係你睇下哥林多前書啊，你看一下哥林多前書。頭先我哋睇18章係嘛？18章你知唔知呢件事係發生喺邊度㗎？無考嘅成書，呢件事發生喺哥林多。呢件事就係發生喺哥林多所以非常非常應景嘅應節非常非常應景喺哥林多嘅時候，果然保羅被猶太人因為保羅傳福音好有果效，猶太人眼紅所以就將保羅逼巴佢捉咗佢，然之後再帶佢去公堂所以保羅親身經歷㗎，保羅親身經歷被猶太人所告嘅所以係發生呢件事。陣間我哋將會睇會睇《使徒行傳》另外嗰2次經文所以而家明白係咪請講。那個到加流做亞該亞，方伯是一個官。方伯是一個官方伯就是可以翻成就是方伯即係就這個就是說，方伯是一個位置。亞該亞這個地方，那個地方的一個官。對，沒錯，亞該亞這個地方，就是當時當時羅馬帝國在希臘的地方分了3個省，3個行省分咗3個省叫行省、行省、行省，一個叫做馬其頓。馬其頓聽過啦嘛？一個叫亞該亞。第3個我唔記得咗，第3個係東西，因為我去過嗰陣時，嗰啲人有講嘅係喺西邊嘅，西邊嗰個係同我哋冇乜關係，比較同聖經有關係嘅係馬其頓，馬其頓的呼聲係嘛？馬其頓呼聲，另外一個咧就係亞該亞，亞該亞係雅典、帖撒羅尼迦、哥林多嘅地方，係屬於亞該亞亞該亞行省係。加流是人名，冇錯。沒錯，亞該亞是地名，方伯是官職，方伯是官職。和合本是100年前翻的，所以他會用什麼巡撫方伯這些字，那就是有一些對應所以因為和合本100年前翻譯嘅，所以佢保留嗰啲清末嗰啲官名OK， 原來係咁樣嘅地方所以場合我哋明白啦，而家原來保羅自己親身經歷過被告嘅俾猶太人捉咗佢就係喺哥林多然之後咧去無理嘅嚟到因為信仰嘅緣故嚟到告佢，但係你會發現加流其實冇興趣嘅，加流冇興趣嘅對呢啲問題，呢啲問題你自己搞掂咪得咯，同你哋信仰有關嘅事、宗教有關嘅事，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係咪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咧就唔理佢啦。呢一個係第2個背景所以我哋首先要知道整理一下，首先要知道原來內容雖然我哋唔係好具體咁知道，但係民事訴訟，地方係當地嘅公堂嗰個民事嘅法庭唔係刑事嘅。第3究竟係誰唔小心擺邊個原來羅馬帝國嘅司法制度，特別係地方嘅司法制度，係會偏心嘅，係會偏心當地喺社會地位裏邊比較有高嘅社會地位嘅當事人，壓倒性多數嘅民事嘅案件有冇睇到都係由有權有勢嘅人去控告地位較低微嘅嗰啲人。呢一個係好大量嘅背景嘅研究都發現咗原來唔係一般原來係透過呢個我哋叫做abuse 呢個法律嘅系統嚟到去欺壓因為你有權勢嘅人先至可以揾咩揾大狀嘛，係咪我哋睇到好多戲都係咁樣啦，揾大狀嚟到去 abuse 呢個 system 跟住去欺負去恰嗰啲比較冇地位嗰啲人睇到呢度嘅時候，我諗到記唔記得少林足球少林足球記唔記得
唔笑啊大家好多年前少林足球記唔記得有兩隊，呢個強雄啊嘛，呢個叫做謝賢做噶嘛，4哥啊嘛，佢話咩球證、旁證、主辦、協辦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啊？其實就係類似嘅狀況原來嗰個法律嘅環境係唔係一個公平嘅環境。當然我哋要區分兩種唔同嘅地方官，好多時候都會被地方嗰啲叫土豪嗰啲強者嗰啲有錢嘅人去收買。陣間我哋要睇兩段嘅經文，會睇到呢一樣嘢。但係去到更上一層Roman Judge 就有啲唔同啦。Roman Judge 相對地會公義啲嘅所以level 高啲嘅。陣間會睇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喺保羅嘅身上。所以我哋而家明白到啦，點解保羅要咁樣講呢段嘅經文咧？原來係同事件嘅本質係民事嘅訴訟，係同場合係地方嘅民事嘅法庭，同埋對象。原來通常呢啲嘅情況，絕大多數都唔係一個公平嘅審訊嚟嘅，而係有權勢嘅可以收買嗰啲法官，可以去買通陪審團，可以揾一啲律師去利用呢個司法嘅制度嚟到去欺凌欺侮一啲比較弱勢嘅人。弟兄姊妹，原來你知道嘛？呢一個係哥林多教會會有嘅一個嘅背景嚟嘅，因為哥林多係一個好富裕嘅城市嚟嘅。喺一個富裕嘅城市裏邊，通常唔同嘅階級係唔來往嘅，教會係例外。教會有唔同嘅階級嘅人來往，互稱弟兄姊妹，其實係一個好革命性嘅一個作為嚟嘅，非常非常革命性叫做英文叫 countercultural 係抵抗文化嘅。但係難免有時喺教會嘅裏邊，即使係喺教會嘅裏邊，都仍然有呢一啲嘅位高嘅人比較富裕嘅人同埋位置比較低嘅人，彼此之間同身份有關嘅呢一啲嘅互相唔係好舒服喺埋一齊。我哋睇一段經文啦，我冇喺呢度在這裡，哥林多前書11章。請睇下手上嘅哥林多前書11章。本來我要放喺度 ，sorry， 放喺度。你睇哥林多前書11章啦。哥林多前書11章嘅18到21節。冇將佢放喺呢度。我冇將佢放喺度 ，sorry。哥林多前書11章18到21節哥林多前書11章18到21節。我讀嘅第一次聽啊。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嘅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信這話，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請注意21節特別注意21節，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原來當時愛宴同聖餐係一齊嘅，冇分開嘅。我哋現今聖餐係一個儀式但係當時聖餐同愛宴其實係結合喺一齊嘅，逾節的晚餐啊嘛，係嘛？好值得我哋思想嘅係嗰啲富裕嘅有身份地位嘅人，吃飽喝足，酒醉，然之後嚟到參加聚會。另外有啲人咧冇辦法可以 afford 冇辦法可以過呢啲嘅生活所以就一個肚餓，一個酒醉然之後就造成呢一種嘅混亂聚會嘅狀況。所以哥林多教會係有呢個情況嘅。好，我哋翻返嚟呢度啊，原來總結一下我哋已經用咗20分鐘啦嚟到講，再整理一下，原來哥林多前書第6章所講嘅打官司嘅問題唔係一般咩都唔得，而係民事嘅案件，而係民事嘅法庭，同埋喺當時嘅背景裏面會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呢一種狀況。保羅唔係為反對而反對嘅，我要澄清好重要一樣嘢。保羅絕對唔係為反對而反對乜嘢都唔可以去喺法庭裏邊去處理。保羅自己就告過，保羅自己就申訴過為自己嘅權益所以呢一個例子好緊要㗎。我哋睇兩段嘅經文，一段係
使徒行傳嘅24章。嗱，時間嘅關係，本身要讀好多嘅，但係我哋淨係讀呢兩節啦，好嘛？一個係第10節，一個係第26節。第10節請巡撫點頭叫保羅說話，他就說：我知道你在這國裏屬斷事多年，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數。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談論。嗱，當然我哋淨係得兩節啊！如果你想睇成個 story、成個故事，你要睇翻成段嘅經文。簡單嚟講就係保羅又被喺該撒利亞呢個地方嚇，又被猶太人去告嚇，將佢攞嚟。當時腓力斯係咩人啊？巡撫，巡撫就係有軍權嘅，方伯係冇軍權嘅，但係都能夠斷案，都能夠斷案。保羅唔係都佢保羅話：你情願吃虧咩？嚇，佢情願被虧負咩？唔係嘅，保羅你講得好清楚啊！第10節，我樂意為自己分數 defense。所以保羅唔係任何情況佢都話唔可以佢當你誣告甚至誣告會損害福音嘅時候，佢要為佢自己嘅立場去辯護所以我要澄清下，好多人將第6章separate。將第6章以為任何嘅情況只要係基督徒唔可以涉基督徒之間其實唔係絕對嘅，因為保羅佢自己陣間我哋要睇另外一段經文更清楚。保羅佢自己為自己辯護，睇唔睇到腓力斯指望保羅做啲咩？送錢啊！所以佢拖咗2年。你睇下嗰一節啦，你睇下第26節啦。所以你睇到嘛？睇唔睇到啊？嗰陣時嗰個司法制度係幾咁嘅墮落幾咁嘅敗壞你俾錢我咪快啲審咯你錢越多，我咪審得越快咯所以腓力斯佢係官嚟㗎，官 suppose 已經好有錢啦，唔係嘅，官係要既然喺呢個位置上邊，係咪先用咗好多錢先買到呢個位㗎嘛，係咪先梗係要利用呢個位掠下水啦，廣東話叫做係嘛，要貪污啦，所以講得好清楚經文。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錢俾佢生財童子咁樣但係保羅冇錢啦，所以拖咗2年，拖到腓力斯走咗之後，換另外一個人呢個人咧叫做非斯都再讀一段嘅經文非斯都即係接下落嚟嗰章頭先我哋講24章啊嘛，而家係25章又係有猶太人要告保羅猶太人嘅地盤係耶路撒冷，所以咧佢就要勸呢個非斯都話將保羅押送去耶路撒冷然之後喺路上伏擊佢。經文有寫嘅，你自己睇跟住非斯都唔願意非斯都話保羅喺該撒利亞，我自己都去啦，你唔使將保羅送過嚟我哋嚟 Caesarea， 我嚟該撒利亞，明明第4節我冇時間讀全部所以我先讀少少嘅啫如果你有興趣嘅話請讀24、25章如果你有時間嘅話，2章都一起讀我沒有這個時間。你有冇睇到非斯都佢自己話㗎，非斯都卻回答說：保羅押在該撒利亞，我自己快要往哪裏去？又說：你們中間有權勢的人與我一同下去。Sorry， 那人若有什麼不是，就可以告他。呢個司法制度嘅特色完全顯露出嚟你想告佢，你揾個識講嘢嘅有權勢嘅人嚟到告佢啦，咁咪告得快啲啊嘛，係咪先完全係咁嘅。後來佢哋發現原來保羅係邊度嘅公民原來有綠卡㗎，哎呀，原來喺美國出世㗎，唔係，原來佢父親一路係有呢個 green card 㗎，呢個 Roman 嘅 green card， 所以佢有呢個權柄啦。所以保羅，我哋一齊讀呢2節啦，好嘛？保羅說保羅說：我站在該撒的堂前，這就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我向猶太人並沒有行過什麼不義的事，這也是你們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什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辭。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實，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我要上告於該撒。佢要告
嗱，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6章話唔好告，佢自己要告啊，因為告唔係關乎佢自己，係關乎福音，係關於福音啊，所以佢為咗福音嘅緣故，佢為咗見證主，所以佢用呢個權柄啊，所以佢用作為羅馬嘅公民，其中一個可以有嘅權利就係可以上告於該撒之上。啊，同埋唔使釘十字架嚇，所以佢最後係被處決啊，唔係用十字架嘅方式。所以保羅告唔告啊？保羅告啊，但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嘅時候，佢話：如果你係為咗利用呢個司法嘅制度，為自己謀好處，去欺壓一啲弱勢嘅人，你唔應該告。但係為咗福音嘅緣故嚇，我唔要去耶路撒冷，該撒係邊㗎？該撒在哪裡？羅馬，所以最後《使徒行傳》嘅結束，保羅就去到羅馬被軟禁，然之後向人做見證，並沒有人禁止。《使徒行傳》係結束喺呢句説話啊，做見證談論耶穌神國嘅事，並沒有人禁止。嗱，所以保羅佢自己為自己辯護，自己願意去上告於該撒。有冇睇到啊？嗱，我透過呢個對比嘅經文，呢個例子，讓我哋睇到原來保羅再一次提醒我哋，原來保羅唔係為反對而反對。嗱，呢一個係我哋嘅結論嚇。嗱，保羅唔係為反對狀告而反對，之所以佢要討論彼此告狀嘅事，目的唔係法律案件本身，而係教會向世界嘅見證。而呢一點係第5到第6章呢3個 case 嘅共通點。第5到第6章講咗3件事，淫亂嘅事係嘛？嫖娼嘅事，第3件事，呢件事係同爭訟有關嘅事。佢有一個共通點㗎，佢一個共通點就係教會應該成為教會。教會應該向世界有一個正面嘅見證。佢之所以要討論彼此告狀，其實唔係為反對而反對，而係佢真正在意嘅係教會作為教會向世界應該有嘅見證。嗱，我哋都話呢個係背景所以從背景我哋要諗到究竟保羅佢睇呢件事嘅做法以至於係哥林多前書第6章。佢嘅做法係：你哋唔應該為咗呢啲嘅事而彼此告狀。但係喺《使徒行傳》24、25章，佢為咗福音嘅緣故，唔係為咗佢自己驚死啊！保羅唔係驚死噶嘛，保羅驚死佢就唔會去耶路撒冷啦。《使徒行傳》第20章講得好清楚係嘛？佢驚死，佢明知去耶路撒冷會俾人捉㗎，但係佢仍然去。佢唔係驚死嘅人，但係佢願意為福音嘅緣故見證。你誣告損害咗福音，我為此要辯護，我要上告於該撒。睇唔睇到嗰個分別啊？所以呢一個係好重要啦。接下落嚟剩翻嘅時間，我要從3個角度嚟到睇點解唔應該彼此告狀。從位份嘅角度，從準則嘅角度，最後從放下，從基督徒嘅愛嘅角度，我哋一個一個嚟睇下。頭先講咗3個一個同背景有關嘅，一個係 what， 一個係where， 一個係 who， 係嘛？剩翻嘅時間，我會講3個點解唔應該彼此告狀嘅原因。第一個係信徒要明白自己喺主面前嘅位份。第1到第2節講咗2次聖徒啊。睇唔睇到啊？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好有意思嘅。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1章一開始，你睇下第1章啦。保羅喺哥林多前書一開始講到哥林多教會嘅身份，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嘅使徒嘅保羅。同弟兄所提尼第2節第2節，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耶穌基督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蒙召作聖徒的。呢一個好重要嘅，之後保羅冇特別提啦。但呢度亦都再提，點解啊？因為佢要讓我哋知道，讓教會知道，我哋喺主面前嘅位份。原來聖徒嘅位份。包括喺主再嚟嘅時候，
與主一同作王。提摩太後書話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啟示錄呢一段我哋一齊讀個號碼請。不再有黑夜也，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唔係他，唔單止係他神啊，嗰個他咁解，係他們，好清楚複數。他們即係所有嘅聖徒，原來我哋都有一個榮耀。所有嘅聖徒喺主再嚟嘅時候，我哋能與主一同作王，以至於既然以後要作王，你知道未來你要做王子，你要做公主，咁你而家你要 practice 啦，係咪啊？耶穌講過，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原來保羅俾嘅3個理由嘅第一個理由係教會需要喺在世，即係教會嘅日子、教會嘅時期裏邊去按住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因為教會有一日係要作王審判，所以我哋而家要開始 practice 啊！你知道你未來啊，即係已經有一份工，假設有一個例子嚇，假設你知道有份工等緊你3年之後有份工呢份工係做 CEO 咁樣係嘛做CEO 你知道係乜啲嚟啦 CEO。咁你呢3年裏邊，你會點樣啊？你要好好咁預備自己係嘛？即係當然唔係從人工薪水呢個福利呢個角度嚟睇，而係從呢個責任嘅角度嚟睇。你知道第日你要承擔一個好重大嘅一個任務，你會預備自己係咪啊？你知道有小朋友過一段時間之後，你會預備自己係咪啊？你知道你第日會去某一個地方工作，咁你先會去了解下嗰個地方嗰個工作嘅環境係嘛？即係諸如此類。同樣嘅，保羅講嘅第一個理由係我哋要知道信徒嘅位份係聖徒，聖徒有一日係要與主一同作王。唔好等到嗰陣時先至嚟操練，喺而家我哋都操練，按住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呢一個係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係同智慧有關嘅。保羅帶住諷刺嘅口吻嚟到問哥林多嘅教會話：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夠審斷弟兄們的事嗎？智慧係關鍵字，出現咗20幾次啊嘛，係嘛？哥林多教會好講智慧嘅，好講世上嘅智慧、學識、名利、地位。但係保羅諷刺佢哋：你哋咁講智慧，你哋充滿住智慧，諷刺地你哋居然冇一個智慧人能夠好好咁處理呢件事。哎呀，真係一個好遺憾嘅事。嗱，當然保羅係語帶一啲嘅諷刺，但我哋去從正面嘅角度嚟睇我哋從正面嘅角度嚟睇，保羅提醒我哋第二個原則係教會應該尋求屬靈嘅智慧，以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所以第一個係從位份個角度嚟睇未來要承擔嘅係與主作王。我哋而家學習判斷，按住聖經嘅原則。第二，喺判斷嘅時候應該尋求屬靈嘅智慧。第三方面，應該以弟兄姊妹以愛為原則，放下所謂應該有嘅權利。呢段嘅經文第7到第8節有2件好有意思嘅地方我再嚟睇一睇第7同第8節其實喺呢段嘅經文裏邊有一個字就係弟兄呢個字，其實係重複咗幾多次嘅？重複咗連續重複咗4次嘅。你睇下第5、第6、第7、第8呢幾節咧？弟兄呢個字大部分都係一個打招呼，弟兄們咁樣即係各位叔伯兄弟親朋戚友咁樣。但係喺呢段嘅經文裏邊，透過提醒信徒彼此係弟兄嘅關係，弟兄即係弟兄姊妹啦，係咪啊？即係主內嘅家人啦，係咪啊？提醒我哋既然係家人嘅關係，我哋就應該以神家中嘅友愛嚟到彼此相待。呢一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保羅提醒佢哋，
你們點解不情願受欺呢？點解不情願吃虧呢？嗱，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呢句説話，聽起上嚟好似好唔合理，係咪咁樣？吃虧受欺係咩意思啊？係咪應該俾人去恰去 abuse 都冇反應啊？但係再一次，我哋要提醒，原來被告同原告之間好可能係處於權力不對等嘅關係。識得告人嘅係懂得玩法律嗰啲人，識得利用陪審團收買個官係嘛，菲斯都種種嘅一啲嘅方式嚟到讓自己取得一個有利嘅地位。再一次提醒，《使徒行傳》25章，菲斯都話：你們中間有權勢的人那人保羅若有什麼不是，就可以告佢。講得好清楚，唔係有知識嘅人，唔係有才智嘅人，唔係懂得公義嘅人，而係有權勢嘅人。所以呢一套係咁樣玩㗎啦。所以保羅提醒，原來所謂的受欺，所謂的係嗰個前面嗰節所講嘅嗰個第7節所講嘅，原來所講嘅唔係你作為弱勢更加要唔敢去申冤唔敢去聲張，唔係。原來第7節其實係針對嗰啲有權勢嘅人講嘅，主動告人嗰啲人講嘅。呢一個係保羅要提醒嘅。你雖然有資源，你雖然有地位，但係佢係你嘅弟兄啊，佢係你主內嘅家人喺世界上邊可能你要叫做有風使盡利廣東話叫做見風使舵你要充分嘅去利用呢個權利咁樣係嘛？靈活嘛 zero sum 唔係嘅，喺屬靈嘅裏邊唔係將人趕盡殺絕嘅所以要提醒我哋教會應該學習以愛相待，按住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所以我哋總結一下。所以我哋總結一下頭先講嘅呢3樣嘢。呢3樣嘢，我攞走咗 ，sorry。好，我哋總結一下頭先我哋講咗3個原則呢3個原則分別係第一個教會要承擔判斷嘅職分，以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第二個係教會應該需要學習尋求屬靈嘅智慧，以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第3方面，教會應該學習以愛相待，以聖經嘅原則嚟到判斷是非所以呢一個係希望喺今日裏邊，我哋可以透過呢段嘅經文嚟到思想嘅一個功課最後短短嘅呢段嘅經文，我好快嚟到睇過去保羅原來透過呢一件事作為一個 window， 作為一個窗口，透過呢件事，原來佢要睇到嘅係各式各樣嘅嗰啲污穢，包括淫亂、拜偶像、奸淫等等呢啲，都應該從教會除去教會從反面嚟講，應該除掉污穢；而從正面嘅角度嚟講，應該係一個潔淨嘅蒙神嘅道潔淨轉化嘅一個嘅群體所以呢一個係我哋講嘅第6章我點解要咁快嚟到總結咧？因為我好想要每次 Iska 同我講話要有啲嘅應用，我覺得好重要嘅，亦都係希望每次當我哋討論上帝嘅説話嘅時候，我哋可以帶入一啲嘅應用嘅一啲嘅部分。經文嘅解釋分享嘅部分就到呢度啦。接下落嚟咧，有啲嘅問題我冇 absolute 嘅 answer 同埋 solution 但係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如果保羅喺第6章哥林多前書第6章裏邊同大家討論嘅係一啲嘅民事嘅訴訟，可能同名譽可能同金錢嘅利益財務等等呢啲嘅有關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最後想用5分鐘、10分鐘嘅時間，嚟同大家討論一下呢啲嘅問題係會可能會有啲 hot 嘅我唔知你哋教會點樣我歡迎大家可以一齊嚟到討論有時喺教會裏邊，我哋面對借款行銷呢嘅事情，教會唔知你哋有冇呢個標準嘅做法咧？
嗱，教會喺基督徒之間，如果有財務上面嘅一啲嘅糾紛，你覺得如何應該可以有智慧嚟到處理咧？嗱，最後如果喺團契聚會之後，我陣間結束禱告，有人嚟鬧我一餐，究竟你哋點樣去處理咧？咁樣所以既然我哋要應用啊嘛，係咪啊？我覺得呢啲係好有價值，因為呢段嘅經文其實係可以好有應用性嘅，亦都係喺教會需要討論嘅。好，我將時間交俾大家，有冇啲咩諗法？得唔得？我哋教會好有規矩嘅，呢啲都唔會發生。OK，to my surprise。如果有人喺教會嗌交咁，你會點處理咧？我可以討論下，即係我哋需要處事嘅智慧啊嘛，即係頭先經文講噶嘛，係咪先？有智慧人喺中間咁樣。第一就唔會貸款俾人啦，係咪？私底下借錢咧，即係譬如因為借錢又唔還嗰啲咁樣。預佢唔還啦，預他不還嘛。或者一個弟兄姊妹即係心裡有數。No。哦，如果有弟兄姐妹到處為人家貸款的話，我會告訴大家不要借給他。公開講嗎？還是私下講？私下會告訴他，好像有這種事有發生。最後好像只是他沒有還我了，其他弟兄姐妹他都沒有借。或者可以我諗我們教會比較多的問題就是我不一定有絕對的這個，覺得有些服事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處理了，就是還不至於會要告，對，我是給方伯還小的官。比方法總對，也沒有權，也沒有軍，也沒有錢。但是我們都是一直按着你的原則，第三，就是以愛相待，係嘛？以愛相待，就這個原則。然後要 work on the second one，就是要屬靈智慧要 work on，that needs to improve。那個需要改進。然後第一，我想經過牧師的教導，我想我們都知道我們的位分，比較也蠻清楚的。只是我想我們教會的問題就在都什麼二？智慧。屬靈的智慧。我本身有個 PowerPoint 係將嗰3點總結埋一齊啦，我唔小心 delete 咗，sorry。OK，Chris，頭先 Chris 舉手。我想問下咧，你呢個爭論咧係阿保羅自己出嚟做證，我曾經因為啲乜嘢爭論，乜嘢唔爭論，或者係乜嘢要去告去教會入邊，乜嘢唔應該告去？你講嘅係哥林多前書定係講使徒行傳啊？我唔知啊，你今日冇睇。使徒行傳啦。但今日嘅內容講嘅係哥林多前書第6章，但係講哥林多前書第6章需要去解釋，保羅唔係為反對打官司而反對嚇，佢係睇究竟呢件事嘅本質係啲乜嘢啊？所以我舉一個叫做反例嚟到表示，保羅喺另外嘅場合裏邊，就係《使徒行傳》24章、25章呢個場合裏邊，佢係會為自己辯護，佢係上告於該撒所以保羅唔係為反對而反對，而係喺哥林多教會所發生呢啲嘅事，其實係有人去濫用嗰個司法嚟到去有權勢嘅人去欺負一啲弱勢嘅人。保羅反對嘅係呢一種情況。即係佢話要跟聖經嘅教導去做㗎嘛，係咪啊？即係要有智慧咁去判斷某一啲事情啊嘛。冇錯。咁但係智慧就係
喺每個唔同嘅個案裏邊都係需要真係從上帝即係如果好簡單嚇，有1、2、3、4、5咁樣，咁就萬靈單嚇。但係其實生活上面好多嘅情況係有啲好叫做好 subtle， 即係好細緻嘅一啲嘅差別嚇，唔係一樣嘅。咁佢而家講緊呢一件事嘅時候，你哥林多前書啊嘛，就依家係咪講話保羅就喺哥林多教會入邊就講緊呢件事？保羅寫哥林多前書嘅時候，佢唔係喺哥林多，佢喺以弗所。佢以弗所，但係保羅話我有機會㗎，我一定會嚟，你唔好以為我唔嚟所以保羅唔係喺哥林多，保羅係喺以弗所，因為保羅係一個叫做巡迴嘅建立教會嘅人 ，itinerary 即係佢會喺佢即係你睇《使徒行傳》，佢去好多地方㗎嘛，因為嗰陣時唔係度度都有教會㗎嘛，所以保羅嘅負擔唔係留喺某一個地方。而係佢喺個地方度咧按立長老睇唔記唔記按立一啲嘅長老，然之後就係喺個地方度忠心去服侍。保羅就再去下一個地方保羅係一個直堂者，但係佢好關心佢建立嘅教會，所以佢喺巡迴佈道嘅時候會寫信去寫俾嗰啲佢建立過嘅教會，或者有啲係佢冇去過但係佢好關心嘅教會，譬如羅馬書咁樣就係啦。咁即係一整體，即係我想明白多啲你所講緊嘅內容係咩，所以我冇問題，知道係講緊啲乜嘢。咁依家就係話佢依家以弗所嗰度咧，就話寫信俾哥林多教會係嘛？即係總之就係關於教會入邊咧，就係發生呢啲咁嘅事，就唔好話即係有紛爭嘅時候咧，大家互相告狀即係個意思係咁講係嘛？跟住後一段嘅時候你就讀到話佢如果因為福音嘅緣故嘅時候咧，唔得到平反，即係話唔公義嘅時候咧，佢就算去到該撒，佢都要去嗰度上訴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即係應該做嘅嘢，佢就會堅持到底，會告。冇錯。即係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佢就會告。係嘛？即係真理。冇錯，其實哥林多教會唔係我哋之後講第9章，我哋會講另外一個例子，我哋到時再講就係同保羅應唔應該又係好實際嘅又係同錢有關嘅。第9章我喺神學院畢業十幾年前，我第一篇講道就係講哥林多前書第9章，所以我印象好深刻。我哋之後會講第9章第9章會講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又係同權利有關嘅。就係同保羅佢咁辛苦植呢個教會究竟佢應唔應該去接受教會俾佢嘅財政金錢嘅支持？保羅話應該，但係我唔要所以好有意思嘅第9章，我到時再講啦。而家講緊第6章應該今年會講到第9章㗎啦。所以呢個係值得我哋去思想嘅一個問題。即係其實過去咧呢段經文咧冇咁樣去即係好詳細嘅解釋啦。很多時候這一段經文都會誤解成基督徒不應該去彼此告。譬如說教會裡面其實有這種問題的。LA 我也聽過有教會就是牧師或者教會的同工亂用教會的錢，或者把錢拿去投資股票什麼樣，後來把教會人家弟兄姐妹奉獻的錢全部輸光了。然後弟兄姐妹就把這些同工或者牧師帶到法院去告。然後他們就說你們就拿這段經文來講，不應該去告。但是這邊你覺得應不應該告呢？這個 actually 這種事情我知道的不止一次。當然應該告，因為那個錢。但是他們說你不應該告，因為弟兄不應該告。因為那個錢是神的錢，那個錢是用來做福音的工作。你把那個錢，把神的錢，福音做傳福音的錢，支持教會的錢亂花了，那你不是跟？他們是希望賺得更多。賺得太多，股票嘛。對啊，你既然要賺得太多，你賠了你就要負責嘛，就那麼簡單。誰說
谁说你们教会可以童工可以把钱去弄股票的？没有啊。对呀、你说放在银行里是 OK 银行它不会不见，啊放在银行不会不见，就是一定有。 ？Yeah， 股票都对呀、你股票可以输得光光的，嗯对不对？那你这个是你们童工有什么权利可以把钱引放在股票上，嗯对不对？谁给你的权利？不是一个所以是应该告。当然是应该告，因为你跟神作对呀、应该干。你跟神作对呀、嗯你告到不信的人面前了，那个法官不一定是基督徒。 ，of course。应该干。那我的问题是应不应该告？所以金牧師應該說怎麼樣講？所以我覺得嗱，我講廣東話，廣東話還是國語都可以嗬。嗱，大家覺得呢一個 case 係好簡單嚇。如果用二分法嘅話你覺得你頭先講嘅呢個 case 係屬於哥林多前書6章呢個 case 啊，定係屬於使徒行傳25章呢個 case 咧？我認為是使徒行傳。不是。對，是為福音嘛，因為嗱，我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咧，其實好有意思嘅。凱撒該撒係咪基督徒啊？不是唔係。保羅要告到該撒喎，對啊，咁保羅自己咪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咯。該撒唔係基督徒嚟噶嘛？咁嘅贏唔贏啊？問題核心是你那個是神的錢，你把的神的錢胡說八道了，是不是跟神跟福音作對？開頭係賺錢嘅，但係後來股票冧咧，佢就蝕錢咯。你不能說開始了，開始的很多每個人開始的都是你可以講一個很好的一個 reason 啊。那你開始都同意了，本來問題是，你開始不是教會的同意，是那少數幾個人的這樣的決定。我以為說大部分。我們教會的同工就是同工嘛，同工同意了嘛。對同工同意的決定應該是比較合法的、比較穩重的，不是說給你一個那麼不是危險的，這個很 risky。風險啊。好冒險。對，那你為什麼不去弄那個弄 Bitcoin，那不是更好了？對，你可以輸得光光的。對不對？有嘅，Alan 有，這個我不是講，我不是。我覺得要做。我唔係作嘅，這我明是真的 case。最後咧，最後點咧？最後點？我沒有 follow，但是教會就分裂，信徒就走。對啊。因為覺得教會同工奉獻的錢怎麼沒有了？然後其實我覺得解決這個就是其實是governing 教會的 constitution。我想要從 bylaw 那邊來着手的話，或者這些事情應該是透明的，因為弟兄姐妹也知道的，可能應該如果怎麼花錢，應該弟兄姐妹也知道。我諗即係至少大家要有個共識，就係為咗避免試探教會喺財務上面應該要嗰個 transparency 好緊要嘅財務嘅透明以至於可以免去還有牧者是不能碰錢，然後同工錢要幾個人才簽名，就是 approve。你問我嘅意見，其實坦白講，坦白講，其實冇絕對嘅答案冇絕對嘅答案就係因為佢有好多嘅唔同嘅因素英文叫 play in 所以我哋需要智慧但係我預備呢一篇嘅時候，其實都好掙扎嘅，因為我知道呢一篇經文係會討論呢啲嘢嘅。但係我覺得既然要實際啊嘛，係嘛？要 practical 啊嘛，咁我覺得係值得。即係我覺得至少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嘅就係，與其到發生嘅時候先至嚟到嗌交，將呢啲嘅事講出嚟，大家弟兄姊妹裏邊有一個討論如果以後發生
點點點啊咁樣嚇。因為我覺得教會，我覺得係應該有個討，至少應該有個 discussion。因為我覺得教會的的錢哦，根本不能做一個很危險的一個投資。你這個就是拿去投資嘛，投資本身就是有風險的一嘛。定有了。對啊，這個很危險的嘛。對好像我們教會的錢，我們都是把一個銀行，如果我們有很多錢的話，如果有100萬的話，照我要是同工，我都會找4個銀行，每個存25萬。因為美國的法律是50萬，25，沒有，他25，他可以。你的銀行垮了，他的政府會有保險。對，但你超25到50，你那個全部會輸光的。所以你就是應該25，就最多只賠25。對。金牧師，我有個問題。呢啲問題咧，我哋教會咧應該都講唔上啊。因為有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喺哥林多教會第1章嗰陣時，我哋已經講到，神要我哋服侍係忠心，係咪？咁教會好多時咧都講到話，呢個人成日爭住嗰個位，霸住嗰個位，點樣去處理咧？即係我哋係忠心喺度侍奉，但係有人咧就話你霸住個位咁點解決咧？可唔可以何謂霸住咧？即係好似我咁咯，做執事部主任做咗年，就好像我這樣子一直在做執事部主席，做了20年吧，10幾20年。當然即係我覺得可以兩個角度啦，可以兩個角度去睇咧。一方面就係即係我睇一件事，即係可能因為同我讀路德神學有關嚇。睇一件事會睇嗰個 motive 即係要睇嗰個背景好重要。即係當然霸住背後可能有好多原因嘅。可能有一個原因係即係我喺神學院啊嘛。我講一個例子就係我哋會唔會覺得個院長霸住個院長個位咧？係啊。但係從我個角度嚟睇，唔係霸住㗎嚇。我唔想做㗎。你做你咪繼續做咯，好辛苦嘅呢個位嚇，大把人，即係呢一個位唔係一個筍位嚟嘅，廣東話叫做嚇，本身個肥缺唔係一個筍嘅位，呢一個位係一個好辛苦嘅位 ，Iska 做執事會主席即係究竟呢一個位當時嘅人喺呢個位上面，究竟佢所謂從外人嚟睇係霸住。但係對於當事人嚟講，我唔係話當事人應該要霸住或者唔應該要霸住，而係當事人究竟佢霸住嘅動機係出於佢要 show off 啊，佢唔放心啊，揾唔到團隊啊，即係究竟要 figure out 咩原因先嚇？咁可能有啲嘅原因係佢覺得唔放心人哋做。我自己都有遇過喺牧會嘅時候，喺兒童事工裏邊有一個好忠心嘅做兒童事工嘅。佢做得好辛苦，但係叫佢揾其他人，佢唔放心驚小朋友好重要嘅喎，小朋友都係小朋友所以要如果係呢一種情況嘅話，要慢慢去 communicate 咯，去溝通咯。但係如果係霸住係出於嗰種係咁要嗰種要讓人大家都睇到佢呢一個係要教導咯因為服侍係無分。即係好服侍嘅心志好重要而服侍嘅態度亦都好重要。我成日都咁同弟兄姊妹講嘅，台上嘅服侍同台下嘅服侍都係有價值嘅所以唔係一定大家睇到你嘅服侍重要嘅唔係人睇唔睇到你，重要係上帝睇唔睇到你。我個人覺得所以呢一個係如果你 hold 的執事部主席這個位置，教會有給你錢的話。你為了那個錢一直要 hold 那個 position， 這個是好像心態有一點不對。但問題是，我們一群都沒有人拿錢的時候，那照理就應該說不是霸佔或不霸佔，也許就像牧師講的，新的人還沒有站起來。其實仲有第三種情況就係佢不懂得點樣訓練同工
都有呢個可能，即係即係有即係可能係有好負面嘅，當然有可能，亦都有可能佢唔放心，但亦都可能係佢需要人哋幫助佢去訓練同工，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possibility， 又唔係話霸住一定係出於佢想霸住，佢亦都係有可能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即係要去睇翻究竟當事人係個點樣嘅態度，而係對症下藥咯嚇。即係你發燒，你咳，你俾發燒藥佢唔 work 噶嘛，係咪先嚇？你腳痛你俾肚屙藥佢又唔 work 噶嘛，咁就要睇翻具體嘅情況啦。而最終我覺得需要有個教導嘅就係其實頭先嗰句就係服侍最終係讓上帝睇到因為真正嘅有個牧者講句説話好感動嘅，其實我哋服侍猶如只有一位觀眾呢個觀眾就係耶穌即係當我哋有呢個服侍猶如只有一位觀眾就係討我哋嘅主嘅喜悅既然係咁樣嘅話，其實無論係台上台下人前人後，我哋都可以去擺上即係中心係有好多嘅 aspect 嘅人前嘅中心，人後嘅中心台上嘅中心，台下嘅中心最終嘅交上因為最終係上耶穌話嘛，你這有忠心有良善嘅僕人嘛。不會的我們很少人會霸佔，因為我剛剛去洗手間的時候，看裡面男廁所都沒紙的時候，我也沒有看到一個人去霸佔那個 position， 趕快去拿一點紙裝進去。所以我們教會不太會霸佔。即係可能要或者可以提醒我哋霸佔嘅 position， 霸佔那個 position， 趕快去拿裝進去。多啲溝通咯，多啲 communicate 啦，好嘛 ？Thank you， 我覺得希望大家中意呢一種討論如果即係我覺得前幾個月同 Iska 傾完之後，我覺得我可以好單純咁樣講完就走㗎啦，但係我覺得有啲討論會對於比較雖然有時唔一定會有好絕對嘅答案，但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喂，請譚牧師，我哋帶我哋做一個結束禱告好嘛？結束禱告，或者端午節快樂！端午節快樂！我們今天要早一點回去。爬龍舟嚇。看月亮還是滑？Thank you。我不知道公務員沒有。好，我哋低頭同心祈禱。主啊，俾你今晚有咁多時間喺度討論，喺度分享。藉着金牧師嘅教導，讓我哋每個弟兄姊妹都明白到自己嘅光景、自己嘅位份、自己嘅工作。今日我哋能夠喺呢個教會裏邊互為肢體，係主呢個呼召，係呢個帶領。當我哋能夠喺一齊嘅時候，我哋唔應該分彼此，更加唔應該有紛爭，更加唔能夠結黨。讓我哋知道點樣能夠合一，點能夠好似有彼此嘅配搭。先至能完成主託付嘅工作。當我哋遇到問題嘅時候，我哋要翻到耶穌基督嘅裏面，我哋唔好俾魔鬼有機可乘，唔好被分化，唔好被攻擊，而讓呢個肢體能夠分裂。主啊，我知道好多事情我哋需要解決，但係你俾我哋教會有一個合一嘅心，能夠好好嘅在前面度裏面，能夠好好嘅彼此嘅配搭。讓教會能夠復興，讓弟兄姊妹嘅靈命能夠增長，藉著呢個門徒訓練，讓我哋好好嘅專注喺呢個話語上面，往下扎根，往上結果子，能夠做好榮耀主呢個工作，讓教會大大嘅復興。呢個就係我哋所需要嘅。主啊，我哋唔希望有紛爭喺裏面有產生，唔希望喺度彼此嘅結黨，唔希望有彼此嘅攻擊。我哋只係見到有愛在我哋當中，能夠讓耶穌嘅愛彰顯出嚟嘅時候，就係能夠去吸引萬人嚟歸向你。主耶穌，願你嘅靈與我同在，祝福我哋，保守我哋今晚每個弟兄姊妹都能夠在你嘅話語當中就得到造就，讓我好好嘅去榮耀你。願我主耶穌因為天父上帝嘅慈愛與聖靈工作感動我哋，俾我哋能夠合而為一嘅心，能夠為主而活，為主而做，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